當年我冇同陳慧玲離婚，係我呢世人最大嘅福氣。嗰陣爭米大戰鬧到全城皆知，佢2次同我講離婚。如果當年一紙離婚簽落去，今日唔止係我一個人玩完，係成頭家散晒，老人家冇人理，細路冇人顧，公司冇人助陣，所有嘢一鋪清袋。而家最起碼仲有佢喺度幫我守住最後一道防線。諗翻當年02年嗰陣，我淨係一個跟住老大北牙區揾食、毫無靠山嘅小伙子，喺博彩圈入邊摸爬滾打。而 Heidi 當時只係一個賣保險嘅女仔，佢冇嫌棄我當時一窮二白，反而用佢嗰份保險經紀嘅幹勁同溫柔，幫我打理好大後方。佢唔單止照顧我，仲將我同前妻生嘅大仔柏豪視如己出。呢份情，我當時後生仔唔識貨，以為天經地義、理所當然。甚至後來當我喺太陽城隻手遮天，同四太梁安琪聯手吞下無數賭廳，我就開始飄，開始學老賭王何鴻燊嗰套，以為男人要有面，就要有後宮，要有流量，就要有緋聞，所以我任由嗰啲香豔八卦漫天飛舞，我學得好快，仲學得好準。我心入邊好清楚，真正可以長期霸住頭條，免費宣傳自己王國嘅，從來都唔係廣告，而係女人。老賭王何鴻燊就係最好嘅教科書。4房太太你爭我奪，日日有戲，30年嚟娛樂版、名人版幾乎俾佢包場。何家後宮鬥爭本身就係澳娛最值錢嘅活招牌，慳翻唔知幾多億宣傳費，所以我當時開啟咗我嘅進階之路。由嗰一刻開始，成功進化成名人版常駐男主角，不斷同明星傳緋聞，每一次桃色傳聞，每一段香豔故事，表面睇係私生活混亂，實際上卻係一場又一場精心計算過嘅流量生意。新聞越多，名氣越響，生意就越大。我甚至任由 Mandy Liu 橫空出世，任由嗰場地表最強小三嘅戲碼越演越烈。當時我仲沾沾自喜，以為自己真係可以學到老賭王嗰套齊人之福，以為呢啲香豔八卦可以幫我嘅博彩生意慳翻大筆廣告費。只不過我冇諗到，當女人由宣傳工具變成戰場，當緋聞由加分題變成致命題，最後反噬嘅唔止係家庭，仲係整個人生。我當時真係太混帳，我完全忽略咗 Heidi 嘅感受。